年母。是波动，看伊今仔伊若要安怎发财，想要娶我，做梦啦！我总会当出一口气啊！哈。你哦，啊你嘴安尼细细，人是咧念啥啦？啊是出啥物气？啊是又搁要害啥物人？波动啊啦！波动？哈？波动哦？较细声的啦，你有感觉伊足苦是？苦是足苦的啦，啊毋过吼，你要害人吼，才搁去地家呢。哎呀，毋是，真是要甲害死啦！只是吼，互一个教训啦。而且即种代志吼，也免我亲手出面啦，我凊彩讲两句啊，人就替我处理甲好势好势。对啦，我今仔吼有伫工厂哦，看到金团吼伫工厂咧咧哭呢，啊，佮哭足伤心的呢。哭？有啥物通我哭？真够欢喜！伊但是调我好互你看，你知无？戆的。袂啦。袂。哼，算毋知伊调工的，调工好互你看了后，叫你去甲顺昌遐讲，顺昌遐较会去甲安慰伊，较会去甲笑伊，安尼你知影无？哦，这个查某阁真够欢喜呢吼。你哦，你一定是嫉妒伊吼，较会生气吼。有啥物通去嫉妒？你也毋捌着欠讲两句啦，讨厌！米啊！啊，米哦是又搁倒咧袂顺，火气遮尔大，歹势目屎七七的。细点，较细点吼，拿包，进来，拿这我进去，来，好，进来。喂，三妹来啊！慢打！郭董啊，啊你若这样唔使转来啦，啊你是走去倒？哎哟，啊你若规身躯全沙啦，你是敢冤家相报？无啦。无啊，啊你是去做啥物歹代志了啦？哈？你是敢冤家相报啊？做歹代志哦？袂啦，阿嬷，啊你对我拢毋是这么顺心的咧，我这是无小心去跋倒的啦。跋倒哦？啊你是去海边啊跋倒了啦？哎，你莫问啊济啦，啊跋倒就跋倒，你管倒就跋倒的。这个人他是目屎七七的。好啊，哦，电话哦。亲弟，关键。老是倒你棋。困啊啦，明仔载还上啊，倒班啊。棋。好啦，我知啦，先啦。好啦，我这盘惊煞你啦。对咧，已经倒棋。我伊啊。啊，哪有人在行呢啦？行棋哪有人在行呢？金主管，我那是你啊。嘿，金主管，那是你。代志嘛，顺昌发生代志。哈？顺昌出代志？孙中祥，中祥。是安尼啦，啊我顺昌原来要去抓一款走私犯，啊但是哦，咱叫他暗算呢，这个人就当作做病啊啦。哈？有生命的危险无？我看是无什么生命危险啦。金主管，紧带我来，等下我来摕一个钱。啊，你啊，孙中出代志，紧来我看。我无爱去，我无爱去迄个无血无目屎的人。哎呦，你来讲出这款无情无义的话咧？就准讲你甲顺昌有啥物误会？伊即摆人在病院呢，你敢无应该去看伊？我再讲，
对你有感情，一定足希望会当看到你。对我有感情，伊爱是金段，金段嘛爱，因两个相依爱，就叫金段去看伊就好啊。即马是啥物时阵啊？你还搁咧计较这？你拢全是阿母的囝，顺昌是你的大兄呢，小妹敢无应该去看大兄？小妹是安怎？大兄又安怎？我就是无爱去看伊啦。哎哟，这段时间你是安怎哈？你哪会变甲安尼？你想看卖？你求主啊！你甲囡仔气甲你创啥？我看你生气好了，我甲靠一下哈。哎呀，你唔知啦。阿母啊，赶紧的啦！阿母啊，亲主干伫门口咧等啦。就是啦，我看你先带你老母去。哎呀，阿母啊，行啦，阿母，好来来来来。好啦，我小念要去啊。阿母啊。李玉啊，我知影你是一个真乖巧的囡仔，是安怎你还要对恁老母安尼？是毋是有感情的问题？你也毋甲恁老母讲哦，你阿姨讲嘛会用啊。我知影你真爱顺昌啊，啊是安怎毋去边仔看一个？我无爱伊，我知影你是咧赌气啦，大家拢嘛知影你甲顺昌啊，对毋对？我根本就无爱伊。就算讲我以前甲伊，我即摆无爱伊，安尼会使无？你有爱伊无爱伊，迄是拢袂要紧啦。但是你袂领你的感情的代志，互恁老母受气，互领恁老母伤心啊！我毋是刁工故意，我真是毋是刁工故意。我感觉我伫这个厝内底，袂输敢若假出来，大家拢看我无顺眼，你知无？哎哟，我来讲，无人看你无顺眼啊！有啦，顺昌也在看我无顺眼，还讲我妈妈，还讲老是安怎？好啊，无人看你无顺眼，啊无人看你无起，是你家己看无起你家己啊！你看，人个波动啊，毋但是对你真好啊！妈妈讲伊啊喊，我怨落你啊！你是咧怨恨人安怎？人波动也是文才后生呢，人嘛是做真英俊，对毋对？人嘛是一表人才，啊，你毋是讲要结婚啊？啊是？你知影啥？我妈妈又在甲你讲啥哈？无，我毋知，你骗我！我拢毋知，你骗我！你骗我！我拢毋知，你甲因同款拢是在笑我点？阮大家拢是关心你啊！免啦，我毋免你关心。警告我毋免你别人来说，你大家拢要骗我。美玉，美玉。是我啦，真给我啦，你开门见我啦。来了来啊！唔知，哦，真给我，还是啊，无什么代志。那就波动好点。无伫个，伊无伫个啦，你找伊创啥啦？我即话真实嘞，阮怀疑着波动啊，有去牵连着赵叔的案件。啊，无喏，波动我哪会做这招数的代志啦？啊，阮顺转咧现场聊赵叔时，有看到波动啊，啊，就是安尼哦，伊后赵叔的样，顺便叫人拍一受伤啊，啊，即摆人哦，爱咧病院哦。哎哟，我看恁看唔着人，恁误会啦。我嘛是希望是误会啦，也毋过顺转又亲目看到波动啊，希望讲波动啊，若有时间来去这个派出所，将这情形详细少讲者，啊，无到时哦，伊是用通知我。啊？我即嘛无歹势，啊嘛有爱先来走。希望你若有这个波动的消息，会当去叫伊来去派出所检查，啊，会当互通知者。文仔，我相信你会甲阮建中合作较对，我相信你。这个业主，这是你敢做这种造数的代志？你这做老爸哪会安尼啦？啊，
一定着怪讲家己的囝去走私哦。你敢有感觉伊最近足奇怪？啥物叫做大生意？啊，钱甲咧上空上空，要趁大钱，一步登天啊！我看伊是啊歹路一直行去。无人做人的爸母的人吼，一直安尼啊，安尼怪讲家己的囝伫咧走私，人讲洗清罪过都袂负啊！你一直讲家己的囝伫咧犯罪，你做啥物人的老爸啦？阿母，这走私毋是咧讲耍笑咧，死到我是无法度救伊。伊安尼要安怎啦？无啦，你出面吼去甲讲一个啦。啊，这走私也毋是啥物杀人放火的，哪有遐严重啦？明姐，犯法就是要接受法律的制裁啦。我是无可能出面替伊咧讲话。啊，你当是咧做啥物人老爸啦？哈？伊今仔日走私嘛，完全为着美容啊！伊要做美容啊看，毋则会去冒险。你嘛着爱斗相共一个。这我这安怎啦？你明仔载吼，你着去求助因兜吼，去叫伊甲顺昌讲伊无看到咱报道啊，吼。我是要用啥面媒去求助讲这个代志，我无迄个面子。是你的面子较重要，还是咱报道较重要哈？成低是丫头，成囝是不好。阿母，无人参照你安尼伫咧拆船啊，报道家的百姓安尼哦，拢你先歹啦。是咱错误，是天怨道，用心计较也无。为前程，苦情谁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淡啦，完啦。你莫搁对遐烦啊啦，赶紧来想一个办法的啦，无是要来甲党来交代啦。干有够衰咧！这摆比比谁还涉漏？嘿，请问啊，敢袂你平常时上过来下摆去，地保也咧对调咧？恁娘较好咧，但我也毋是菜鸟啊啦，我甲遐尼推销。无得假是恁咧靠气啦吼，走了风声哦。莫讲遐，莫讲遐，总讲一句哦，拢是你啦。当初你若一群甲公司哦，莫互罗顺昌安尼平安无代志。我跟你讲，万不应啦！若叫罗顺昌知影讲是咱哦，安尼代志就大条啊啦。你讲迄啥话？我若甲拍死，我后半世人去食无钱饭。请问啊，咱讲实在啦，党的平常时对你也袂歹，今日表现的机会到啊。做兄弟嘛，总是要讲气魄啊，对无？当时你嘛在场啊，你若毋甲拍互死，你走个比赛来较紧，你著输啦嘛。你搁讲遐？你当初咪走啊两支脚搭高地？你嘛共款你咪共款。当安怎？去陪会拢用枪讲啊？当，我感觉讲哦，咱这回行动内面一定要赔啊，要若无哪会遮拄好？对，我嘛是安尼想的。咱较早拢总无代志，一个波动啊，入来发生代志，唔甘会波动啊去灭过的。当，这份的哦，险之上大。互报道我交你，这是我的意思。要照恁安尼讲，失败就失败，唔得怪我。我无这意思，我无这意思。当的，阮我家己就来维护啊，阮也家己怪党的啦，阮无这意思啦。好啊啦，损失几百万啦，还佫有法度人摊转啊？当然是你着急啥啊？你甲看恁两个啦，啊，一工到暗暝，搭来搭去，搭长这句话，后摆是要甲人做啥物事件？当，比我还快。你安怎样？啥人？我来开门。恁娘较好啊，若毋是为着你哦，我哩抱嘛搬出去啊，人嘛走啊。你这个扫帚车，你敢过来遮？莫生气啊，当的。即摆是要安怎？迄地保啊走去阮兜找我呢，现场嘛看到我。恁娘较好咧啊，警察要甲你抓，你搁走去遮来？恁厝一阮规条都害死啊！无啦，我有注意咧看啦，拢无对来啦。我讲啊，我甲你忠告，万不你若去学地保啊争伊哦，阮一家人你无警出来哦，要若无你会死啊，做歹我哦。对，我甲你保证哦，去到恁兜，
人掠薯条，今仔甲你斩少无半只。袂啦袂啦，我袂讲啦。好啊啦，但你哪里是你创啥啊？大家拢斗阵去做生意，你哪是生产要体统啦？喂，台湾党也就要甲你追究啊吼！你所欠伊啊钱，管是来还啦。但我即摆身躯一角银嘛无，啊，我所有财产都拢落对即空落啊。当你100万是要算啥？少爷，阮党的损失才有严重啊！这条代志哦，你也一个解决，欠小行钱，理所当然嘛对。我知影你一直想要趁大钱，即摆失败，对你的打击一定真大。若无安尼啦，我阁予你一摆机会，报你趁钱。真实的，啊是要趁什么钱哈？你倒转去将恁老爸迄块假钱摕来偷偷卖我，安尼你不但欠我遐个钱会当还我，而且你阁会当用其他的钱去投资别款的生意。袂用一啦，袂用一啦！阮老爸若知影，我会无命啦。感觉安尼尔尔晓，等恁老爸若知影你的招数，嘛是共我去互拍死啊！啊撩落去，啊规气就撩到底啊嘛！我懂啦，你将迄个假钱卖我，这是趁钱的代志。恁老爸哪会怪你？你会当捧足多钱，当去友好恁老爸啊！这招赞，你若有钱，毋才会当带美玉啊！要无当你凭啥物带美玉啊？无同啊，我一定会照这个行情价，搁较悬的价钱甲你买，我绝对袂互你吃亏。好啦，啊无我才想办法，甲迄个过境卖互你啦。哈哈，安尼毋则对，安尼毋则是少年人咧做的代志，安尼才有阿三哩，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当处长，嘿，当处长啊，你找我？嘿，啊那是你啦，啊领班哪讲当处长咧找我？是我找你啊！我是要问你讲，你毋捌请假请遮尔济工，是安怎即届一请4工的假呢？啊，我是袂使请假哟。我毋是这个意思啦，我是讲，是毋是恁兜发生什么代志？为什么要请假呢？你对阮兜厝的哪有遮尔关心？啊，你是咧关心啥啦？哦，我知啦，一定咧，迄个烦恼哦，阮顺昌遐伤对毋对？啊？什么？顺昌受伤？到底是什么代志咧？我无爱甲你讲，规定哦，美华无去病院啊，啊吼，我只要家己请假，要准毋准哦，我拢要请假啦。老是。啊啦，顺昌为什么受伤？啊有严重啊无？啊，美玉啊无去照顾伊，啊是啥物人陪伊？哎哟，你一道我问遐济，我要安怎回答你啦？恁查某人哦，上啰嗦啦，一道我问东问西，啊，你家己袂晓去问伊是哦？老是。是咱错误，是天怨道，用心计较也无法度。为前程，苦情谁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秋子啊，我惊吼，迄顺昌有内伤，你知影？即讲安尼推推的，讲会退风啦。我这衫你看来便宜互伊啦，迄鸡汤我嘛订好啊咧。哎呦，你休困休困，昨晚规暝拢无困哦，这互我落我摕。袂用的啦，顺昌到即阵还袂清醒起来，医生惊讲伊会脑震荡哦，到即阵还搁伫咧观察，我实在足袂放心的，我一定要带伊的身躯转。哎呦，人迄医生的代志啊，大伤不要紧，惊内伤安尼，放心啦，袂啦。假使美玉来当来照顾顺昌就好。这个查某囝毋知咧想啥物，脾气会变甲安尼生。小子，我实在真对不住你，一个乖乖的查某囡仔，互我教甲安尼。你是咧讲啥物？来查某囡仔当咧乱来，拢较情绪化，过2工就好啊。呀，咱免烦恼遮济。这边。
喂，文才，嘿，你毋通来我遮，我若要来病院看顺昌。我若有啥物代志，咱另再讲吼。好，来行啦，你看咱来行啦，来等，我看，来叫美玉者。哎呦，你叫美创啊？少年人要去就去，唔去就唔去，你也以为嘛唔去？行啦，来去啦，我到边，来，加等我你加。请你一定要保庇顺昌平安无代志，拢是我唔好。我本来是要想你报答，但等害着顺昌遐，我毋是条工故意，请你一定要甲我斗保庇。只要顺昌遐若平安无代志，我死都甘愿。